掃描身體係一個靜心嘅方法，佢能夠幫助我哋重新去連結我哋嘅身體，讓我哋活在當下。你可以選擇坐低或者係瞓低，唔好太用力去放鬆，咁樣反而會產生緊張。有時候，當我哋放低靜心嘅目標，只係專注喺呢一刻需要我哋專注嘅嘢上面，我哋會更加接近我哋嘅目標。我嘅聲音將會引導你去覺察你身體唔同嘅部位。呼吸係一個幫助我哋專注嘅工具。而家請選擇一個你舒服嘅姿勢，讓你嘅身體係打開同埋自在嘅。你可以眯埋眼，保持呼吸，讓覺察帶到去你身體裏面。吸，吐，睇住呢一個過程，睇住呼吸喺身體裏邊產生嘅感覺。你覺察到佢係點樣嘅吸入，又點樣嘅吐出。一呼一吸，同埋呼吸之間嗰個不吐不吸嘅停頓。容許自己享受呢一個時刻，容許自己透過呼吸完全咁同自己嘅身體喺一齊。當你吸氣嘅時候，你吸入美好、善良、生氣、活力、光同埋愛嘅能量。每一個吐氣，你放下、放開、放下你需要放下嘅，無論係身體上嘅、情感上嘅，或者係思想上嘅。而家將你嘅注意力擴張，輕輕咁放喺你嘅腳趾，去覺察你嘅腳趾，你10隻腳趾，覺察佢有啲咩感覺？每啖氣都想像吸到你嘅腳趾度，容許你嘅覺察帶到去你嘅右腳，睇下係啲咩感覺？吸氣到你嘅右腳，跟住慢慢將覺察從你嘅右腳趾帶到去你嘅右腳腕、小腿、膝頭、大髀，專注咁感受你嘅右腳。喺呢度稍作休息，讓呼吸帶入嚟，吸到覺察緊嘅部位，感受一下你成個人安住喺呢一個部分嘅身體係咩感覺？而家將覺察帶到去你嘅左腳，睇下有啲咩感覺？吸氣到你嘅左腳，
跟住慢慢將覺察從你嘅左腳趾去到你嘅左腳腕、小腿、膝頭、大髀，專注咁感受你嘅左腳，喺呢度休息一下，將呼吸帶入嚟，吸到覺察緊嘅部位，感受一下成個人安住喺呢一個部分係咩感覺嘅。而家感受一下你雙腳，讓你嘅覺察喺呢度稍作休息。而家將覺察帶到去你嘅下半身，你嘅下背同埋腹部，感受一下呢一片區域嘅感覺，吸入療癒嘅能量，吐出放鬆、放下。而家容許你嘅覺察移到你嘅上半身，你嘅胸腔、上背同埋肩膀，感覺下呢一個部分。你嘅覺察喺呢度稍作休息，吸入愛同埋美善，吐出放鬆、放下、放開。而家輕輕咁溫柔咁轉移你嘅覺察到你嘅手指，你全部嘅手指，睇下佢係咩感覺。好，跟住專注喺你右手嘅手指，吸氣到你右手嘅手指。而家將你嘅覺察從你嘅右手手指去到你嘅右手腕、手臂、手踭、上臂，睇下有啲咩感覺。而家專注喺你嘅左手手指度，跟住將覺察從你嘅左手手指帶到去你嘅左手腕、手臂、手踭到上臂，睇下有啲咩感覺。
將你嘅覺察帶到去兩隻手，你嘅左手同埋右手，雙手有啲咩感覺？深呼吸到雙手，讓你嘅覺察喺呢度稍作休息。吸入力量同埋活力，吐氣，放開，放鬆，放下。慢慢將你嘅覺察移到你嘅頸部同埋喉嚨，感覺一下佢哋。讓你嘅覺察停留喺呢度，稍作休息。吸入愛同埋善，吐氣，放開，放鬆，放下。慢慢將你嘅覺察移到你嘅面部，覺察一下你面部肌肉嘅感覺。吸入活力，吐出，放下。讓你嘅覺察移到你頭部嘅後方，你嘅頭頂、整個頭顱同埋腦部，睇下有啲咩感覺。吸入療癒，吐氣放下。而家容許你嘅覺察去到你整個身體，從你嘅頭頂到你嘅腳趾，吸入療癒嘅能量到你整個身體，覺察佢係一啲咩感覺？吐氣嘅時候放下，讓你嘅覺察安住喺整個身體，稍作休息。而家深深咁吸大啖氣，想像空氣係從腳趾尖嗰度吸入，充滿咗你全身，甚至又去到頭頂以上2寸嘅空間。然後吐氣，讓氣反方向從頭頂流落全身到腳趾嗰度吐出去。再一次深深咁吸入一個療癒嘅氣，經過你嘅全身到頭頂。吐氣嘅時候，讓氣沖洗全身到腳趾尖，釋放出嚟。你可以重複做幾次嘅掃描。
好好，而家容許你自己安住喺一個不動同埋靜默，稍作片刻，讓你嘅身體、心同精神係放鬆嘅，接受呢一個靜心給予你嘅好處。輕輕咁喐下你嘅手指、腳趾，慢慢準備離開靜心嘅狀態。你可以溫柔咁喐一喐，甚至係伸展一下。當你準備好，你就可以慢慢擘大雙眼。多謝你同我一齊經驗咗呢個掃描身體嘅旅程。祝你有一個美好嘅一天。